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你莫讲，我无讲你亏你啊！不对呀，你莫，你请问第5瓶白小姐？今仔日透早就出院啊呢。啊，多谢你。袂啊。是啊，讲这是。来，你快坐啊。表姐，多谢你吼，这段日子公司互你照顾较济，我才搁请你啦。啊，无恁若好好讲，我内面了代志我先入来去。作文，这段日子多谢你互我照顾甲关心。应该。我希望搁再讲一摆。当初时，我对你隐瞒我的身份，绝对毋是挑工要欺骗你、轻视你，只是想袂到你会误会我的好意。我讲过，过去的代志已经过去，我哪里好意？我伫咧病院也已经详细想过啊，我感觉咱无适合斗阵。你讲得真对，我有上1万的财产，又阁是一个企业集团的负责人，我有身份，有地位，啊，毋过你啥物拢无。咱若结婚，你会自卑，你应该知影，你家己我配合袂过。我知影我配你袂过，当初我知影我甲你袂过，我是一个无身份无地位的人，但过你想要欺骗我感情？无定着，只是心理上一款需要嘛。你嘛知影，迄当阵我定甲阮未婚夫分手。楚文，咱即摆无需要讲啥人去戏人啥人的感情，你也知影，假使咱若结婚，你敢毋惊去人讲，以后要靠我饲你，靠我成功？你莫侮辱我。这是事实啊！我只是就事论事。朱文，你若要甲我结婚，会用一啊？敢讲
你毋惊你伫咧朋友面头前交袂起头，活了无尊严？你放心，我袂甲你结婚。好啊，安尼嘛好。为伫咱的感情是无结果的，我要嫁是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。朱文。 多谢你今仔甲我讲这话，你互我知影，你是安怎欺骗我的感情，我真见笑。是的。玉萍，妈妈知影，妈妈知影你想哪要安尼死做，你想哪要讲这话来刺激着主文？你是要将王先生来害阿娟，对无？我一直无法度袂记得，迄天阿娟对我讲的话，伊是很善良，自伊出世到今，一直拢爱着主文，伊为伊付出遐尔济，牺牲遐尔济，拢无怨叹。 我也会改变开，差真远。我无应该，搁再抢走伊唯一的爱，搁再抢走伊的幸福。玉萍，你安尼死做真对，妈妈真钦佩你。我相信有一天，阿娟一定会足感激你的。 好好，以后若有时间一定要来看我哦。再见。朱文伫火车头敲电话转来，伊讲伊要转去山顶。安尼我想要过世啊！你陪秀秀大两天才转去啊？我看免啊，我惊阮阿爸。哦，妈，伊是讲伊惊阿爸吼无欢喜啦，毋过赶紧要倒转去安尼啦。朱强，秀秀，你两个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咧问候我？无啊，妈，无啦，无啥物代志。无啦，我阮有啥物代志甲暗藏。是啦，妈。恁老爸无来参加秋华的丧事，这绝对有问题。绝对毋是讲因为伊无爱甲我见面，说无爱甲我见面，无需要做到遮尔绝啦。秀秀，对别人你有啥物代志会用无爱讲的？我是你的妈妈呢，敢讲你也要欺骗我是？妈，我……请你莫阁为难啦。好，你拢莫讲，你拢莫讲。每日吼，恁拢为恁老爸，无一个人替我讲话啦。妈，你莫生气啦，阮来拢是咧甲你斗相共，以后你会知阮的用意啦。是啦，安尼我先来走啊。我想要讲吼，带秀秀来阮厝2、3天啦，毋知你有答应？去。哦，那我先来走啊。妈，我先来去啊。再见哦。应该来个看一撮。我怎样想，拢想
阮走啊！阮走啊！讲啥？已经等拍我做啊！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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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呀？阿公，阮得走。走啊！你这样走的。 你无应该走啊！我嘛受够老，但是伊讲，伊要成全你甲玉萍，伊都袂用留喺遮的啦。伊叫我摕这张被互你。 我走，带走咱美丽的梦想，拄着20几年来的心志，甲期待。希望我能互你，甲用品质啊，是幸福美满的人生。我离开我，伊为我付出20年的青春，伊袂通离开我。你要讲伊即摆伫倒？但人哦，都决定要走，伊哪有可能阁留地址？无地址我赶快要找着，不管10年20年。 不管偌久，我要找到伊。做阿官，阿官，做阮啦！阿官，阿爸，做阮啦！阿爸，阿爸，我爸爸伊，阿官已经走，伊为了要成全主甲玉萍。 已经离开咱这个所在。阿官去倒位啊？小心点。这个查某囡仔囝，为着爱，变到这款的地步，完全拢是我害。 当初我若是答应伊甲错误的分数，今仔就无这款的下场。阿爸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！是啦，阿伯，你唔通受伤这啦吼。是命嘛叫我袂伤心。我该当作是我的查某囝，我才会听伊我遐爱。 但是今仔日拢是我唔对，我去阿看。阿爸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！你安尼袂堪是？来啦，阿爸，来我扶你内边小好困一下。阿伯，莫受伤这啦，去房间内底休困啦吼。我真希望我出门会当甲阿官找到，若是会当找到。 我希望我才愿去。会啦会啦，王阿伯，王大哥一定找到阿官，你做你放心。希望是安尼。王阿伯，好啦，你抓去台北，将我得到这款病，甲恁老母讲。无，
无啦，阮妈妈有咧问，要毋过阮拢无讲啊。安尼就对，莫互恁老母知影。我嘛是有甲伊通过电话，伊嘛是一直甲我骂，我嘛是点点讲咧互骂，我嘛是唔敢讲，因为我欠的遐尼多，我讲我无我顾啊，唔通互恁老母讲为我代志，你安尼痛苦，你安尼伤心，知影无？你什么时阵来？你想咱哪要对我这么残忍？想咱你莫甲我讲。你误我20年的日子，从一点点的日子，你都误我知影，你还对我这口我就想要甲你讲，但是我袂晓讲的，我无互你看到我死。我希望在你心目中，永远是一个活活跳跳的人。你即摆讲的什么话？你连最后一面都无想要甲我见面是？是安怎？你是安怎莫甲我讲？你甲我讲我已经买回去台北，你甲我讲我已经无回去台北的。我有甲你闹过啊，你拢无答应。我总袂讲，我因为得到这款的绝症，硬要叫你留落，安尼无公平。我才像你讲的，我应该去找你啊。你哪无来找我？你谁哪无来找我？因为我袂去互你增加痛苦，搁增加我对你的欠你。希望讲咱会当搁重新开始。20年失去虽然找袂回来，但是我就希望我会当相遇。什么拢袂有啦，袂有啊！咱莫搁讲，咱莫搁讲，咱莫搁讲，好。但是我会记得我耽误不只是20年的青春，是你一世人。不是20年，也真是一世人。所有一切拢过去，咱剩的日子，咱剩的日子哪通快乐？安心就好啊，对吧？对吧？你答应我好。我。